来看高雄林园有一栋苦架古厝，这倒边户龄真有特色，是用竹仔抑个竹篾仔做的竹边厝。文书工作者讲，这栋厝是日本时代起的，当初厝是起伫咧山尾遐，落要用人工来到遮的。不过，这间京大厝有风声讲特别拆掉啊。这款瓷砖哦，都足无简单的啊。老师若了解古厝的历史，若带咱看其特色，无论是西周的壁倒，也是墙面顶悬砖台态度，拢会当看出当初时古厝主人的无简单。高雄林园这栋苦架古厝，主人家早就已经无徛伫遮。年久失修的情形下，正新的壁倒厝顶已经损断真侪大。原本倒边户龄也够大一位时代，顶一阵仔嘛搬去甲囡仔大。老实讲，这栋厝毋但是用竹仔甲竹篾仔起的，佫是林园现有唯一的京大厝。咱厝吼较早听讲是伫个山尾，因为山尾较低洼啦，有当时会大风影会放伊吼，有当时会入水啦，所以到尾这间厝搬来，伊咧搬来的时候，伊是用钢的啦。用竹篾仔来变做壁倒，摕竹仔用接榫的工法来起厝。老实讲，这款竹仔厝真坚固阁轻。古早人搬厝拢是厝边头尾少少的，做过用担的担去新所在。伊长期记录这栋古厝真久啊。最近听讲土地已经卖人啊，可能也剩无偌久通看。伫边仔摆搭做生意的头家也证实这个消息。听讲是鱼力便当啊。敢有听伊讲要做啥用？讲要起厝啊。起因家己的店面吗？系啊系啊。所以最近就可能这个厝就拢拆掉啊。伊这两工拄甲迄铁厝拆开啊，伊在讲先拆铁厝啊。听讲古厝要拆掉啊，老师把握机会手机啊摕咧一直翕。伊讲虽然感觉唔甘，不过物件唔是咱的，都无权利做决定。只会当建议有关单位，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建筑，要想办法保存，会当互地方加一搭看点，也帮助发展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